看着我的疼心，你看着我的情，我愿意讲予你听，伊真水的故事，亲像一蕊初开的花，予咱看着伊的色彩。老师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是1月26日，咱圣经共读的进度来到《申命记》第17章。今仔的经文是对第1节到20节。我先来读这段经文，咱做伙来读。17章第1节，所有破相也是有下事的牛羊，恁毋通献予上主恁的上帝，因为安尼做是上主所厌恶的。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城，若有人无论男女，做上主恁的上帝看做歹的事，违背伊的约，去服侍敬拜上主所禁止遐的神明，甲日头、月亮、天顶的万象。若有人甲恁讲，有人做即款代志，恁嘛已经听到，就着详细调查，若果然是事实，真正伫以色列人中间有即款可恶的事，恁着将即个人拖去广场用石头甲伊钉死。若有2个也是3个人出来作证，着互迄个人死。若干那一个证人，就毋通互伊死。证人着先出手顶伊，然后证人下手互伊死。安尼就对恁中间拄起即款邪恶的事。我拄仔读的是第1节到第7节。17章的第1节其实是延续16章18节到22节，上帝设立审判官的条例，其中有3条的禁令。17节是其中的1条，为上帝起这段有3条毋通做的代志。第1条是伫16章的21节，则讲毋通伫边仔踩亚舍拉女神的雕像。第2条伫16章的22节，讲嘛毋通踩石头像。第3条就是伫17章的第1节，则讲所有破相也是有下事的牛羊，恁毋通献予上主恁的上帝。这3节经文的核心教导有2项代志。第1个是专一的听，上帝无容允咱伫信仰中有双脚踏双船的情形。咱袂使一边拜真神，搁一边军队世俗的风俗甲偶像。第2是上好的奉献，咱毋通献有破相的牛羊予上帝，因为这是上帝所厌恶的。这提醒咱，上帝看重是咱奉献的心态，伊堪得到咱生命中间上好的、上纯洁的部分。虽然现在咱的礼拜堂无祭坛，咱的礼拜嘛无献祭，但是保罗所讲的献上家己当做活祭，这互我想到讲，咱每一个礼拜日来教会做礼拜，咱是毋是有用虔诚专一的心来敬拜上帝？
也是心内搁伫看入世间诶代志，互世上欲望来影响。若毋是用全心全意来敬拜上帝，那亲像咱献上有判相诶祭物共款，这值得咱好好来思考。所接第2节到第7节是一段有关系守护信仰纯洁，甲执行公义审判严肃诶教导。这对担任审判官诶人是爱特别注意诶事。这段经文强调，对背逆上帝来拜偶像诶人，应该安怎来处理。第3节讲去侍奉敬拜上主所禁止诶神明，这就是拜偶像，这是上帝看做歹诶事，嘛是违背上帝诶约。因诶结局就是互石头来沉死。才有讲到几项爱注意诶事。就是审判诶过程爱人人平等，搁爱公开来审判，嘛爱调查清楚。见证人袂通干那一个，需要2、3个见证人。搁讲到头一个见证人爱先摕石头来沉。现今宗教自由诶时代，读到这段经文，讲到处死拜偶像诶记载。实在对咱真歹来想象。伫这中间，咱通来学习什么呢？当时以色列是神权统治的时代，拜偶像会通讲是背叛国家的约，是爱判死刑的。但是现代社会，咱将信仰看作是个人选择的商品，若是无介意，就来甲换掉。这段经文提醒咱，信仰的核心是忠诚。虽然现在咱袂会互石头来沉死，但是将来耶稣第2摆搁再来的时，咱的确爱面对搁较大的审判。若无赶紧来悔改，迄个审判所带来的会是永远的死亡。为什么必须爱将这个拜偶像的对百姓中来除掉？是因为罪是会传染的。伫自由主义的面，咱常常认为信仰是家己的代志，但是这段经文提醒咱，一个人的属灵光景会影响到整个的团体。咱有责任彼此来提醒守望，毋通互世俗的价值偏差来影响到咱教会。接着，咱来读第8节到13节。这段经文中讲到的是，若是审判官拄到恶的判断的事件时，应该是安怎来处理？接着，我来读第8节到13节。恁城内若有恶的判断的案件，无论是杀人，也是烧过，也是伤害，恁就去上主恁的上帝竞选的所在，请问利未人做祭司的，甲值班的审判官，因为指导恁着安怎判决。因伫上主竞选的所在指导恁的，恁着照安尼做；因假是恁的，着照安尼遵行。因对恁的指导，甲对恁国的判决，恁拢着照安尼做，毋通偏左偏右。若有人骄傲毋听趁服侍上主的祭司，也是审判官，迄个人着互伊死。安尼，恁就对以色列人的中间拄起即款邪恶的事，众人听到就会惊，无人敢搁骄傲无听趁。这段的意思是讲，当地方拄到恶的判断的案件时，应该送到中央来处理。这个所在是上帝所竞选的所在，也有祭司甲审判官伫遐共同讨论来办理。百姓必须爱遵从、顺服这个审判，执行审判必须爱严格，袂使偏左偏右。
如果百姓对这审判无顺服，就是藐视上帝的审判权，爱互伊死。透过公开的审判所产生的效果，是爱百姓毋通骄傲，爱顺服。第八节则讲到恶敌破断的事，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讲奇妙，甲人所做袂到的。佮讲到，若拄着恶敌破断的事，爱到上帝所拣选的所在来寻求祭司甲审判官的帮赞。这提醒咱，当咱将咱人做袂到的事带到上帝的面前的时，重点就毋是在讨论代志的是非，应该是爱进入上帝的智慧力内面。来寻求上帝的心意，寻求上帝奇妙的带领。伫咱教会济的事工中间，咱常常嘛含乐，在讨论即个事工是毋是应该做，是要做还是毋通做，是对还是毋对。咱常常忽略来寻求上帝的心意。伫教会的事工中，咱常常嘛会拄着恶敌判断的事。当咱拄着时，检查咱通停落来，大家共同来祈祷，来寻求上帝的心意。我相信，当咱愿意用合的心来寻求上帝的心意的时，这正是上帝要显明伊奇妙作为的时机。咱个人嘛是同款，当咱拄着生活中间无法度判断、看无头前路的时，这正是上帝要显出伊奇妙作为的时阵。这时，咱应该先放下咱内心的烦恼，来到上帝面前，安静来寻求上帝的心意。当你愿意放落家己的坚持，将主权交予上帝，这个困难的事，真有可能会变做你生命中间的祝福。因为人的智慧，若是行到尽头，就是上帝新约的起头。续接来读今仔日上尾一段是14节到20节。恁进入上主，恁的上帝，互恁占领的地，伫遐徛起。若决定要亲像四位的列国设立王伫你恁，恁一定着设立上主，恁的上帝，竞选的人做王，着对恁的同胞设立王伫你恁，毋通互毋是恁同胞的外族人伫你恁。王毋通为家己加添真侪马，嘛毋通因为爱马较侪马，互人民倒去埃及。因为上主捌命令恁讲，恁毋通搁倒去迄条路。王嘛毋通带真侪嫔妃，才免因的心受引诱离开上主。伊嘛毋通为着家己累积真侪金文。王开始做位的时，着照利未人做祭司的所保存的律法书，为家己抄写一份。这份着下伫王爷，互王一世人读，通学习敬畏上主，伊的上帝，遵行这个律法，一切的话甲所有的律例，才免伊自个看轻同胞，离开这个界面，变做变忧，通互伊甲伊的后代久长伫你以色列国。这段经文主要是咧讲君王设立的提醒。14节是咧讲，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了后，若想要设立君王，必须爱遵守上帝的规定，嘛是咧预言将来以色列百姓会向上帝来求讨，讲因甲别个国家同款，嘛需要国王来带领因。15节是讲君王设立必须爱上帝所竞选的本族以色列人，禁止外邦人来担任君王的职务。
16讲，君王毋通为着家己来扩展家己的军事力量，加添马车甲回头来倒口埃及，这拢是要来避免家己来瓦靠军事力量。17讲，毋通带真济嫔妃，除了禁止淫乱的欲望以外，嘛有禁止用外交来找求安全感的意思。嘛毋通为家己来加添金文，是防止心灵偏离上帝，比较陷落物质甲钱财的欲望。18讲，君王登基的时，必须爱伫祭司面前亲手为家己抄写一份律法书，这是表示对上帝话的看重。所以19节则写律法书爱常常来强读。互君王学习敬畏上帝，而且佫爱遵行上帝的诫命。20节讲，爱防止君王自高看轻百姓，若照上帝的规定来行，会通久长来治理这块土地。17章的最后，上帝特别交代，将来要做王的人一定爱遵守的规矩。虽望咱大部分的人拢毋是君王，不过我相信这段经节嘛是要对咱现今的基督徒来讲话。通过上帝设立君王的条例，咱通做伙来思考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安怎成做一个领导者，也互咱知影怎样活出影响上帝佮你人的使命。下面我来分享3个上帝对领导者的提醒。第一，爱自我节制。上帝对君王有3个禁令，毋通倚靠势力，是讲咱做任何代志，毋通干那倚靠权势，也是倚靠家己的能力甲气力。却袂记得来仰望上帝，来倚靠上帝，嘛毋通互欲望来影响。当时带外国的嫔妃是一种政治的操作，目的是要扩展家己的外交实力。另外一个更较严重的是，带外国的嫔妃是承认甲接纳因的生命的意思。这提醒咱毋通互世界迷惑，失去对上帝的忠心。最后是毋通做金钱的奴隶。若是咱做任何代志的目的是要累积家己的财富，若是安尼，咱的心中就会失去了上帝的公义。以上拢是做一个领导者爱节制的事。第二是明白上帝的话。君王上任上重要的事，就是爱亲手抄写律法书，而且一世人拢爱来读伊。这甲咱即马教会咧推动的圣经共读、写灵修笔记是同款的意思。咱写灵修笔记，就是咧操练来明白上帝话语的具体的行动。当咱面对生活中间有济济的选择的时，灵修笔记就是咱的属灵 GPS。伫抄写的过程，互上帝显明伊的心意。所以，真鼓励大家伫每一日的记录中，将上帝的话记伫咱的心内。无论伫倒落，常常来想起上帝的话。伫这中间来经历上帝，来见证上帝的荣光。第三，爱谦卑顺服上帝。一个优秀的领导者，毋是靠家己的权势甲能力，乃是谦卑来顺服上帝。做领导的人，若自高自大，看见同胞，心就真容易离开上帝的诫命。只有常常存敬畏上帝的心，甘愿受上帝的话来约束，照真理来行，安尼家己蒙福，别人嘛因为你得到福气。
谦卑，互人无骄傲；顺服，互人无失迷。亲像安尼的领导者，不但家己会徛在，也维护伊的影响力，会使延续带来久长的祝福。今仔日的分享就到这，愿今仔日的经文甲分享会通成做众兄弟姊妹的帮赞。咱三甲阿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求这你帮助阮，透过今仔日的经文来提醒阮，愿意将家己的一生献予你做祭，将上好的献予你，凡事找求上帝的心意，谦卑顺服，跟对主的脚步，谨慎遵守主的教导，日日勤读上帝的话，透过逐日的灵修笔记，将你的话记伫阮的内心。愿阮伫家庭、职场、学校，还是教会，诚做有影响力的人，互阮做每一项的代志，拢会通来荣光你的名，也诚做众人的祝福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，阿们。我愿意讲予你听，你真水的故事，亲像一